好啦，一哥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8場2班1000直路6幅珠寶杯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都一哥有少撞嚟撞去啦，同隻力王啊，前面快嘅馬，中檔位置力險加紅帽嘅外欄宇宙車神，第3位呢紫色頭罩飛廉之子啊，再第4位滿堂紅啦，最標啦，後邊黃衫第6呢就勝利寶石啊，再下一層粉紅衫呢，咁啊仲有朋友仔啦，拍住就力闖啊，後啲先有嘅就係呢隻開心神區啦，尾3走入邊係一哥，後邊就幸運連連呢，同埋一隻力王嚟噶，跑咗一半啊，宇宙車神攞到外欄添，力險加冇一條欄得唔得呢？拍住佢嘅，再見到響第3位，咁外欄位置就係最標，中間紫色頭罩飛廉之子，入邊粉紅衫朋友仔追緊上嚟，馬林後邊白衫呢仲有力闖啊，追入係一哥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宇宙車神打咗幾邊，拋離咗3個身位，朋友仔進佔第2位，中間飛廉之子力險加外邊最標，宇宙車神捧杯，第2名朋友仔，第3名飛廉之子，力險加外欄最標，3隻馬影相。咁啊，結果呢隻宇宙車神咁啊，好明顯贏咗第一段先啦，攞到外欄，力險加輸咗第一段，冇咗條欄。咁啊，結果宇宙車神拋嚟幾個身位捧杯，朋友仔第2、第3呢，最標飛廉之子影相，力險加蝕張啲喎。宇宙車神臨尾成為大熱門啊！贏馬朋友仔跑到第2、第3飛廉之子，第4有機會係最標。都要影啊！嗰兩隻都好近啊，最標同飛廉之子好近啊！睇下3、4名邊隻到先啦。最標第3添啊！影到第3，哇！臨尾呢隻宇宙車神一跑開晒啲飛數同埋贏馬距離都係啊！奇普敦呢場贏馬啦，杜利來又追翻我第2嘅朋友仔，田泰安我哋最標好論盡跑過第3，時間50秒93。結果條大二 Q 啊，成日都話點咁好分啊，咁啊結果真係冇咗隻。頭先咪講嘅，哇！你鐵角加多隻都唔使蝕喎，冇咁筍喎。哇！啲馬煮咗咁耐咧，係咯，奇普敦兜到我頭都暈埋。哦，拉頭馬，轉頭啊捧埋杯添。有啲敏陣啊！好啦，影翻幅相啦。咪呢隻宇宙車神啦，因為贏到呢個2班嘅賽事啦，所以馬主力都可以獲得呢個75萬嘅優異成績特別獎金㗎。今次就反勝翻嗰隻力險加啦。幾次對決都係力險加先。或者睇睇嗰個賽後報告啦，因為都即係轉弱得幾快嘅嗰個力險加。好啦，等埋奇普敦就可以頒獎噶啦。唔見咗個騎師喎。都要等佢過埋下一場榜啊，應該係，即係佢翻嚟復榜之後都要等埋。好啦，見到佢啦，係啦，好啦，睇頒獎啦。
林峰啊。跟住到奇普敦，恭喜馬珠啦！亦都睇睇嗰個巡邏影片，12檔宇宙車神啊！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咁我哋入邊1、2、3檔咧都有啲撞嚟撞去咁，出邊咧就比較順利啲啦。分別就係力險家同埋嗰隻宇宙車神啦。預咗組段咧，佢哋都會拍住嚟一齊走噶啦。後邊啦，飛廉之子出邊就滿堂紅啦，貼住個內欄第5位就係呢個最標啦，中檔就係勝利寶石。後邊見到咧有朋友仔戴住個眼罩啦，內欄位置就係力闖啦，出邊咧就一哥咁啊。另外開心神區好早已經騎㗎啦，包尾一對就係力王啦，同埋嗰隻幸運連連嘅。跟都跟唔住嗰隻力王啊，不過起步慢咗。睇下啦，咁啊前邊宇宙車神佔嗰條欄係唔同啲嘅喎，力險家好早已經要俾㗎啦。朋友仔係殺緊上嚟咧，都係呢個路程好嘅馬嚟嘅。最標咧有啲立亂啊，咁啊隻馬都其實唔多㗎啦，不過翻到嚟就左右隔離都咁上下啫。飛廉之子咁其實都個第4叫不過不失啦，呢個路程其實佢贏過嘅。咁入邊嗰一對就係真係蝕晒嗰個場地嗰個檔位啦。一哥開心神區，睇下第4幅相啦，嗱最標係行先嘅，入邊嗰隻飛廉之子，中間係力險家啊。分段13秒2、20秒53、22秒2，總時間呢就係呢個55秒93，就係同標準時間相若嘅。